我还被人冤枉。蹴鞠大赛现在开始。 天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，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。 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，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，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，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，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 出去的！别踢了，我不是球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太子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真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 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哇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啊，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 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比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的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太子妃娘娘把赵王妃衣服拔掉了，我的天！将士的清白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姐姐，你为何把我衣服？他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你穿上吧啊！哎。 还是我来吧。别担心，没事了。姐姐，妹妹不过是抢了球，你竟让妹妹这样出丑。是衣服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 他有脚，自己会走。
娘娘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清者自清。九王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恐怕我更下不来台。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 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却是连我也看不懂了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这个赵王妃也真是的，怎么那么多人？ 就她的衣服掉了，没想到他对自家妹妹也肯下此毒手。对呀，在这宫里，谁还会顾及姐妹不姐妹的？我证明，绝对不是我们家娘娘干的。可这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了。当时赵王妃旁边可只有太子妃娘娘在呀，跟我有毛关系？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。 干什么？皇祖母，今日赵王妃衣不附体，当众出丑，定是她有意为之。住口！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皇祖，不要再说了。赵王妃的事还有赵王呢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注视太久，总会迷惑。哎呀，我这刚睡着，宝贝儿，别打扰我啊。你睁开眼，看看我是谁。 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哎，干什么你？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干嘛？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那日姜氏的事情我已查明。那日姜氏更衣时，是姜氏支走了所有的丫鬟，所以衣服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了？此事过后不久，我便猜到其中可能有蹊跷，只怪我一时太过鲁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比窦娥还冤？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 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我希望到此为止。你有一颗想保护小三儿的心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姜氏虽然外表温柔娴静，实则心思阴鸷细腻。 你既然知道姜氏的为人啊，无非就是个绿茶婊嘛。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绿茶。绿茶就是指那些清新脱俗、长发飘飘，在人前装的纯天然、无公害、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多愁善感、多病多灾、善于心计的女人。我自幼便与她亲近些，
他性情温婉体贴，与我十分相投。唉，想当年，围在哥身边的绿茶婊也是数不胜数嘛。也难怪了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回了。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好生休息，伤好之前不要乱跑。您慢走。这副皮囊给我算是白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。